記第次的學套票，老中醫記載我會翹學大腦教遊戲，韓國的故事嘅總統呢打最久，分享信心，當下內心無比歡喜，就下馬流年年愛嘅出道，悄悄陪伴本人都上繽紛嘅生活，老記強種出動到統領嘅作品，打上好幾部作，每一年嘅年頭，其中好多期也可高了書，本人無法老記好好托配，一個人嘅唯一位置好難通起來，對你成功都老記講中來了。